定都要抽签算命。这个18岁查某高中学生来到台北市一间市民俱乐部，要来求姻缘。伊跋杯问讲，敢会当请一尊小后生的神像登去奉祀。落尾跋到上杯了后，嘛无甲庙方的工作人员讲，就那大主大意甲神像摕走。庙方发觉神像无去，赶紧报警察来处理。落尾这个查某学生嘛，互警察抓到。检察官认为讲，这个查某高中学生伊要请走神像进前有跋杯，声明嘛有同意。另外，伊当时是双手捧神像离开，无放入去牌仔内底。认为这个查某学生无想要偷摕意思，无甲伊起诉。到四面佛社来求姻缘，这个查某高中生伫咧神像的头前，先信心来拜，后一秒伊摕2尊的这个好仙的神像来选择，尾也甲跋杯，希望会当请转厝来服侍。上杯了后，伊摕一尊这个蛇的好仙像，真欢喜，双手捧着神像转去。定价大概4、5千块吧，蛮夸张的。那我们就干嘛那么辛苦的从泰国这样一尊一尊把它带回来？发现讲神尊无去啊，供庙的人去甲报警察，警方嘛才有切度做来甲这个查某学生移送。不过检察官看到这个监视器的影片，认定讲这个查某学生伊请神像进前有先跋杯，而且是上杯得到神明的引准。搁再讲这个神像是放伫咧第2站，才无香炉咧供奉，是属这个吉烟品。搁加上这个查某学生离开的时阵是双手捧神像。无像一般的切刀甲藏伫棺牌仔内底，所以伊无偷摕意思，伊不起诉处分。不过这款结果，煞有庙方的人感觉真意外。我去别家，直接一个一个宝贝，一个一个带回来也可以啊。尾这查某学生甲神像hand落供的，不过请神无得到庙方的同意。这边的案例，检察官无起诉，嘛，互这个庙方无认同。记者综合报道。